各位，我哋現在嚟到我哋逸東村最大嘅社區公共空間，大家就可以見到我哋後邊就係我哋嘅賴淑英紀念廣場啦。咁啊，佢嘅前身叫做逸東村嘅羅馬廣場。咁啊，喺2002年嘅5月20日咧，就係根據香港公益金嘅善長命名計劃，就正式命名佢為賴淑英紀念廣場。咁啊，大家可以見到佢係一個圓弧形嘅開放式嘅廣場嘅。咁啊，作為我哋逸東村嘅中心點咧，呢個廣場會經常見到有我哋嘅居民同埋我哋啲家長小朋友喺呢度休息嬉戲喺度玩。咁啊，另外我哋放一啲大嘅節日咧，呢度都會做好多嘅社區慶祝活動，同大家一齊慶祝唔同嘅節日。咁我哋賴淑英廣場呢度周邊咧，就係啲民生設施嚟㗎啦。咁啊，有商場、學校、巴士站、停車場，咁啊都係圍繞住我哋嘅賴淑英廣場㗎。咁我哋賴淑英廣場嘅標誌咧，大家可以見到就係鹿仔啦，作為中國傳統富貴吉祥嘅寓意。咁啊，大家進入賴淑英廣場，經常會見到鹿仔嘅。咁啊，大家見到我左手邊呢邊咧，其實係一副牌。咁啊，其實之前就講咗，即係呢個廣場賴淑英紀念廣場嘅即係來頭啦。咁但係都不知不覺24個年頭啦。咁啊，大家可以見到上邊嘅字跡咧，隨住時光嘅飛逝，都係已經睇唔清楚啦。